哇！余仲恩小姐咧，雖然今年咧只係得15歲嚇，但係頭先咧聽佢嘅心情嘅演繹咧，真係如泣如訴，將唐婉嘅內心嘅世界咧，充分咁咧展現喺大家嘅面前啊！咁我啱啱先至知道嚇，佢點解咧唱歌咧唱呢個粵曲咧進步咁神速咧？雖然學嘅時間唔係好長嚇，咁原嚟咧楊麗紅小姐咧正話俾我知啦，係佢咧鼓勵佢跟阿黃濤師傅咧嚟到學呢個樂理學古曲嘅。嗱，大家都知道啦，黃濤師傅咧有名咧就係粵曲嘅活字典啦，同埋咧識行走嘅戲劇嘅資料庫啊。咁佢咧從藝80年咁耐啦嚇，所以咧好多嘅舞台嘅歷史啊、粵劇嘅歷史咧，佢都了解得非常之多嘅。咁所以咧喺學粵劇嘅過程當中咧，亦都係從中咧俾我哋一個啟發嚇，唔係話個樣生得靚，或者係我把聲靚就一定咧可以咧企喺舞台上邊啊得到大家嘅認可嘅。因為咧我哋睇過咧古往今來咁多受觀眾歡迎嘅唱家，未必個個嘅聲音咧都係好好嘅噃。點解啊？點解佢哋咁受歡迎啊？就係因為佢哋咧係綜合咁去學習粵劇嘅歷史，學習粵劇嘅各方面嘅知識，令到咧係融會貫通嘅嚇。咁所以咧喺塑造角色嘅過程當中咧，能夠用技巧或者咧係用其他嘅多種多樣嘅處理方式咧嚟到咧俾大家咧展現一種咧呢個形象出嚟嘅。咁所以咧，余仲恩小姐，我哋真係咧好高興嚇，睇到我哋嘅下一代能夠有咁大嘅進步，希望佢咧係繼續努力啊！咁啊，將嚟咧可以咧喺呢度啊加拿大呢個地方，將我哋嘅粵劇嘅文化咧係傳承發揚光大。咁啊，希望佢咧喺不久嘅將來咧為大家演出咧更加高水準嘅曲目。咁啊，俗語都有話啦，好戲在後頭啊！跟住咧壓軸為大家送上嘅呢一首咧係平子喉嘅對唱嚇，咁亦都係一支咧名曲嚟嘅，名叫做《劉金鼎招親》啦。咁啊，同大家介紹咧出嚟為大家演唱嘅呢位嘉賓咧，份量咧亦都係十足嘅。佢就係聲震香港、揚威海內外，嚟自香港嘅著名三喉唱家蔣艷紅老師啦。咁啊，同蔣艷紅老師咧拍檔嘅呢一位咧，亦都係黃濤師傅嘅學生黃少冰小姐嘅。咁啊，今日佢哋兩位咧係壓軸出場為大家演唱嘅呢一首咧，就係《劉金鼎招親》。我哋掌聲歡迎佢哋兩位出場啊！
山前抬頭觀望啊！招呼牌，招呼牌，某一安，巾幗英雄武藝強，兩全才貌世無雙。有人能把我未勝，雙鎖山中結鳳凰，留金定白，留金定白，破老爺，賤人擔大，妄自稱額強。為了豈容你個賤人咁混帳啊！精你就快些賠罪，免至出醜在當場。你何以出口傷人，將奴毀謗？若將姑娘捉牢，莫怪我手段兇狼啊！話說為用諸多妄想啊！你從出把手，你從出把手向別個稱強。自從掛起個招呼牌，多少英雄在我槍下喪，劉金鼎嘅威名就誰不怕？勸君都何苦做個少年王？少年王，你太荒唐，你就太荒唐啊！我同你對打就又何妨啊？不過君王被困在壽州城，因此大月披星前路往，心急如火莫遲延，替日就外班師再同你講，同你講啊！無可用啊無謀，又何必作
唱，光你一表非凡，自命英雄。三言兩語激到我好勝心腸，羅衝啊衝啊，奮起神威與戰人算拿仗。略施情戒，面子你太過誇張啊！我嘅甘拜下風，你快扶我雕鞍從上。笑話，自古英雄本色，不慣色欲憐香。高郎啊，下來！令我因意配高義樂，情線蕩已千萬丈矣。金女一你身呢處嘅綠林，怎會明門火將笑話？呢段好人那緣，正是由天注定矣。你可知道啊？袁殊歸戰啊，無須逼馬會，係賴嘅抗哎呀，軍兒把軍兒，請你平心靜下氣，
氣場啊真真氣場啊，罵聲賤人罪惡啊，囂啊張啊！然未做啊，正官啊天咧，你不知啊自量咧。我然未傳無廉啊痴，太過輕啊狂啊！任你賣啊，龍風啊情啊，任你形骸放蕩啊，任你有芙蓉粉啊面啊，一個與我無干頂天立地啊！英雄漢頭顱可斷，志不降。我磊落光明，你不必無風起浪啊！你竟然全心背約，又欲紅上。無珠難觀看，到如今痴情枉用在所狂，錯配終身。你自頭羅網，自古到紅顏禍水，有甚於虎狼，更縱無恥無廉啊！我不禁心頭啊苦啊想，可恨你冰場冷面，還縱侮辱以紅妝啊！我咬碎銀啊！策動，我亦高舉銀槍啊！誓不放啊！呢個賤人，難把你呢個薄行囊嚟到見諒啊！一時傻愚人。戰敗，且看那個強哇！真係好多謝蔣艷紅老師啊，同埋黃少冰小姐嘅精彩嘅演出嚇。兩位嘅演唱咧，可以用8個字嚟到形容嘅，就係剛柔並奏、剛柔並濟、配合默契嚇。咁啊，令大家咧覺得咧，真係咧唔單止視覺啦，聽覺咧都係一種享受嚟嘅。咁啊，時間咧過得真係快啦。今日嘅情繫梨園80秋粵曲演唱會嘅節目咧，就全部咧為大家送上啦。
咁喺呢度呢，我哋再次多謝今日參加演出嘅所有嘅演職員，亦都係好多謝咧贊助今次演出嘅商家寶號同埋社會各界嘅熱心人士，更加係要多謝咧在座嘅觀眾朋友，你哋嘅捧場同埋你哋嘅掌聲嘅鼓勵，有你哋嘅支持呢，我哋先至能夠咧得以順利進行同埋取得圓滿嘅成功嘅。下邊呢，我哋請所有嘅演職員，仲有係音樂師傅、擊樂師傅等等咧上台嚟向我哋嘅觀眾朋友謝幕。如果要送花嘅朋友呢，可以而家呢就準備有次序咁樣咧上嚟。咁我哋呢謝幕完之後呢，會喺舞台呢度呢係影個大合照。咁等間呢，亦都係會呢出到大堂出邊呢，再影翻一張大合照嘅。咁所以呢，所有嘅演出嘅人士，包括音樂師傅等等呢，都唔好走開嚇。好，我哋首先有請黃濤師傅。跟住係楊海成老師、陳建梅小姐、白燕飛小姐、蘇麗芳小姐，仲有鄺寶西小姐、何少儀小姐、楊麗紅老師、潘少珠小姐，仲有係郭鳳女老師、李妙玲小姐、譚桂華先生、吳國柱先生，仲有係蔣艷紅老師同埋黃少冰小姐，以及係所有嘅音樂師傅、擊樂師傅